台南市一位查某警察顶个月28骑奥多摆出门的时，去互一个女大学生骑车位后壁甲弄着，倒伫咧涂骹了后，搁互后壁游览车搞过死亡。今仔日，这个弄着人的大学生，甲因爸爸妈妈到查某警察的灵堂去念香致意。 这个女大学生因为伫出车祸了后，第一时间是先关心家己奥多摆受伤的状况，所以伫咧网络是引起真侪批评。伊今仔日甲伊爸爸妈妈做伙去灵堂念香，嘛向查某警察的家属回失礼。不过对方是表示讲无感受到伊的诚意，后续的庭事会交予司法来处理。 我来看，昨昏高雄有一个查甫人，那像是因为疲劳驾驶，先去压着路边的汽机车，走落来搁去弄着步练的一口罩3个人，造成2个人死亡，1个人重伤。警方表示讲，这个驾驶无食酒，伊讲是家己头型无爽快才会安尼，已经依照过失致死罪嫌甲送办。 一家3人行伫路边，向一台白色汽车驶前景瓦棍对后壁甲弄落去。也这台弄着人的汽车，进前就已经去弄着停伫路边的2台汽车，还有1台机车。啊，说是个，就去开到一台小女车，啊，佮开到这只 BM 我把棍仔，哎呀。 行同方向骑机车的老母甲查某囝也咧弄着，2人切着伤送病院，加在无要紧。不过对中华来高雄看病的一家3个人，4楼的查某人重伤，医院伫抢救。因来妈妈甲翁婿是送医不幸死亡，一家就安尼拆散去了。驾驶人黄男酒测值为0，本案交通事故噪音送交通警察大队分析研判。 造成事故致死亡的赛车的人讲头壳型无爽快，而且敢若因为疲劳赛车造成2人死亡、3人受伤。经由案发进前监视画面也发现，原本3个人是行伫人行道，敢若因为头前顶下骹放机车，路边无边，有时坐到外口行伫路边。检视该路段的行人通行空间、照明与标志标线是否有优化余地，也将请警察局针对未礼让行人。 违停影响行人通行与影响通行视距，加强执法。车里中道市府各单位联合会勘，这路段沿线顶档的障碍物已经打广告限期已读，固定式障碍物由工务局赶紧来处理。市府建议经由工程改善加强来执法，消除安全问题。了解造成事故的赛车的人无啉酒也无驾毒赛车，因为照过失致死罪嫌，以上法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